这台北市呢，今年才传出着这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引起社会关注。最近有民众呢，接一个市区看到这鸟鼠是安尼烧来烧去，防疫问题，搁再引起讨论。就里长是提醒讲，除了用这鸟鼠药以外，也要注意讲，敢是有人伫遐乱饲动物，才会让这鸟鼠愈生愈多。甚至呢，讲爱甲因开罚单，也若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也召开着局处会议，会规划搁较具体措施。运动快点赛跑，你拢无哦。线形公园的草坡顶面有真侪鸟鼠坑，边仔树基已经整理过啊。位于双连捷运站边仔市场是真闹热，也毋过进前有民众伫社群顶面分享一段几若只鸟鼠伫草坡顶面扫来扫去的影片，互民众烦恼鸟鼠断生的问题。就在那边跑来跑去而已啊，那有整理过啦，现在都没有啦。最近的老鼠是比较多，水沟或是比较阴暗的地方，多少都有了一些老鼠。附近的民众讲，满满一箱鸟鼠药啊，民众讨价这要无啊，也提醒心受民众去饲鸟啊，接个鸟鼠少来，建议市府要加强处理。现行公园的部分，你会看到有一些鸽子啊。那就有人不当的在那里喂食这一群鸟，鸟吃完的，剩下老鼠吃嘛。那你长期有在投喂的话，它一定会定点在这里。市狗的主人也惊讲，狗仔会去食着鸟鼠药啊。环境部长彭启明未来会要求市府来公布这鸟鼠药放的所在，也建议地方首长会再启动跨局处合作，对症下药。市府的首长一定要亲自下来开会，然后来督导，然后定期呢跟市民朋友报告，一定要有决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鼠患啊。市政府我们一直以来就跨局处在进行整个处理老鼠的问题，全面的来进行。从年初开始，我们都没有松懈，接下来会拟定很具体的应应措施。台北市环保局也进一步解释，鸟鼠较接出现的所在是大安区、中山、中正、大同、艋舺，也过数量毋是真多，局处会真拍拼来清洁。最近新北淡水一个70岁查甫人确诊汉他病毒症候群，卫生局讲个案无明确接触鸟鼠的情形，这感染源依然伫咧调查。有民意代表是记录这位民众的真情，讲伫南口运动公园有鸟鼠真接出现。针对我们的地下水道或防火巷，还有周遭的环境，全力的来落实到位的清理。你没有直接接触到它，但是如果你的环境中有老鼠的排泄物，它引起了一些尘土飞扬，那你吸进去了，或者是不小心接触吃进去，都有可能。医师指出，为着汉他病毒的症状甲感冒差不多，拄开始时较无大看出来，可能出现发烧、胃寒、头壳痛、肌肉酸痛这情形；严重时甚至出现有刺肺的情形，像是目睭结膜、腹肺、腰子功能受损，也是肺炎的症状。记者综合报道。